后来继续来到嘉义东石，这个外海的景点外线顶洲，今若到假日都袂少的游客，但是游客一个上岸，就看到龟头卡的海漂粪扫。搁掠准是来到粪扫的掩埋场，这龟头卡毋是塑胶管啊，就是塑胶袋啊。环保局即摆是结合着民间团体共同咧清理，但是上重要的也是需要大家公德心，也若无搁较侪净滩的活动，也是无采工。四季皮甲等在海底，甲食袂完的物件直接倒落海里，甲大海当作盆桶。倒进去鱼吃应该 OK， 西瓜比鱼也都会啃的。这是嘉义东石港开往外线顶洲的观光船，2天前发生乱倒大盆的情况。虽然事后被禁止，不过游客也是改袂掉习惯。这向海淡的这竿啊、管啊，拢变成粪扫，甲外线顶洲的美丽沙坡变成这款景象。无公德心，环保团体每当爱定期净滩，也是无法度改变满世界粪扫。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民间的力量，一起来共同维护这个外伞顶洲的垃圾，做一些定期的清理的一个动作。环保单位持续结合民间的力量办理净滩活动，不过为着一时方便，拢无公德心，搁较侪净滩活动，嘛无法度挽救珍贵的海洋资源。